大約喺2500年前，有一位1號仔對中國文化產生咗深遠嘅影響，佢就係萬世師表孔子啦。完美主義者、改革者都係1號嘅代名詞。讀書時期嘅1號係個標準嘅模範生，準時返學，交齊功課，循規蹈矩，咩班長啊、風紀啊、領袖生啊都有佢哋份。4個字：品學兼優。出到嚟社會做嘢，1號從來唔會射波，有責任感，執行力強，而且重視道德公義。想你有佢哋參與不道德交易同埋走灰色地帶啊，簡直係天方夜譚。由於1號為人認真，唔中意講笑，難免俾人覺得佢哋過分死板，唔識得轉彎。佢哋對自己同埋其他人嘅要求同樣地高，中意雞蛋裏挑骨頭。如果你媽咪係1號嘅話，可能你放歪少少支牙刷啊，佢哋都會逼你放返好啊。1號開口埋口都係道理，成個法官咁。若果事情嘅發展達唔到1號內心嘅標準，佢哋就會作出批判，甚至乎係強迫他人去遵守。1號嘅面部表情少，笑容唔多，一副嚴肅同埋正經嘅樣，成個訓導主任咁啊！佢哋講說話直接，語速偏慢，口頭禪係應該、唔應該、啱、錯、係、唔係等2分嘅字眼。以上只係典型1號嘅特質，請勿對號入座。